总是咱嘛照政府的规定，甲咱的会友来通报讲，咱家己来判断，你若会方便无受影响，就当来到现场做伙同心礼拜。若是无方便，会当伫线顶。感谢主，通过科技的帮忙，咱无论伫在场无在场，咱拢会当同心敬拜上帝。不过我有感受到讲咱即个无共世代对风台的感觉无啥相像咱现代因为伫这都市啦都市所以风台来事实咱即马改成较毋惊风，是惊水，因为水会淹会影响真大，损失真大。因为风咱即马建筑物拢真勇所以颠倒会当防风。毋过有无共款世代啦无共款的世代。牧师即个年纪属于叫做婴儿潮的世代。阮伫细汉少年的时阵拢有上过学校上过一课，即课呢，若甲我同年纪的可能有印象，就是阮伫咧读个国文的课的时阵，有一课讲英国的海军英雄叫做纳尔逊，纳尔逊将军。讲伊细汉因妈妈就甲教讲毋惊风一定要勇敢安尼。所以阮迄阵年纪细汉拢受即款教育呢。风台无咧惊嘛，照常爱去学校，爱全勤就对啦阮平湖迄种所在莫讲风台啦，冬天冬天的风是透甲风台共款。所以逐个囡仔拢学即个精神，讲袂使安尼。风寒就安尼救，一定爱去到学校所以迄款的观念真正有影响但即摆这世代，咱拢真注重咱的权益甲咱的即个安全事实是安尼，因为伫咱市内咱大家因为穿插衫货拢真正就是非常的安尼招避啦所以风雨对咱来讲影响较大。会记得囡仔时代就穿一双衬拖，穿短裤，淡佫七个就打啦所以这种无共款时代的变化，总是感谢主咱会当无受风雨的影响，咱伫现场佫伫线顶，咱拢同心聚会才是感谢上帝。咱确信主要保守咱互咱这个风台无受大影响，会当平安来度过。咱要三角来分享主的话，咱大声来做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风雨中，阮犹原有这个福分，做伙聚会敬拜。这是阮对主领受这个满满的恩典甲祝福。愿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伫现场伫线顶，阮拢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因为上帝你的灵也甲阮同在，伫你面前，阮恳求你圣神来启示阮，对你的话得到学习甲勉励。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为着配合中会所推动的这个灵命健身敬虔的操练，咱有推动迄个敬虔操练的8步8个步调咱今仔日要继续来三角分享。这几个步调是有这款的需求，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配合的。咱小等的经文会咱各做学习咱今仔日是灵命健身甲敬虔操练的第3段、第3阶段第3阶段咱就是讲进前咱已经分享3项啦咱会当做一点复习。咱中会所推荐的敬虔操练的8步这8步咱会当对这个经文得到一个提醒。咱这个经节是正做咱操练8步的主题经节，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提摩太前书第8节咱来读台语的，咱即时要招咱兄弟用台语做来念一遍，好无？咱做来念未来。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伊讲操练身躯有利益，但是敬虔的操练更加利益。因咱拢知影，敬虔的操练，就是亲像咱所讲的，我已经甲伊训练做一个我的习惯，我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安尼
这个利益毋但是帮助我的灵命，而且是引带，互咱有将来活命的应允。因咱拢知影讲，咱人有一个念头，念头会变做你的行动，行动会变做你的习惯，习惯就会当决定你的发展甲命运。意思是，咱甲敬虔当作是一个意念，意念你就行做行动，你的行动若做一个久，你就成做你的习惯，这个习惯就会建立你的命运。同款，敬虔就是一个念头，成做你的行动，行动了，你就成做一个习惯。你感觉自然啦，像咧食饭安尼，惯势这就决定你将来属灵的生命。咱黄金10年推动中心温度属灵敬虔操练8步这个事工咱有讲起，咱今年下半年即阵已经开始是进入到这个试办的行动。意思讲，咱招7间教会牧师兄弟姊妹，大家拢安尼心真开阔。讲来试办，咱就来学习看嘛呢莫先讲未前做就讲迄无效啦，迄无路用啦，迄足困难啦咱就讲无试哪会知？大家来试看嘛咧。8项，哇，一摆要全部甲包哇，好像有点困难无我先大哥都几项我会使，甲试看下。6项、5项、4项，还是7项、8项安尼。咱对7月开始7月初一开始，咱已经到12月要来进行这个示范操练。望讲是练操练这14间的这个经验来汇报互中会，互中会讲安尼有啥物要修正的无？要微调的无？你若明年要81间教会做伙来推动这是咱普强教会是14间之一啦。咱这3项这个图卡，咱拢有寄互咱的会友这3项就是针对3个对象上倒边这个对象就是咱中级咱的事奉团队的首长、小组长、区长，这是咱个核心团队啦这是干部就对啦。咱做示范事实甲咱信徒地中这张信徒的部分差无介济啦，是迄分量重较轻安尼定所以咱若用上界主要就是咱中这张是咱所有的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学习的。搁另外就是上正平这张就是咱要鼓励咱的主日的学生囡仔咱父母会晓甲因指导讲这个5个钱筒5个钱管安怎分配来使用毋通安尼男咧用用到尾毋知用你倒去这项就用这项互伊惯势。咱讲养成习惯嘛，养成习惯了变做后来就成做一个伊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决定真重要的事。咱对细汉就甲操练好，伊就惯势安尼这8项咱用教会兄弟姊妹做范本，咱已经有讲过头前这3项啦头前这3项就是每日读经灵修，咱教会已经推行足侪冬大家袂感觉清楚啦。只是讲，伊甲迄个分量分无共级数上悬的级数，咱讲一年读1摆圣经。咱目前教会推动的就是用这个做主。咱每年年初的时阵，咱咧公布这个名单真侪人拢达标呢。咱拢办一个小礼物送伊安尼。所以咱这个部分对咱讲无困难，但是咱是要讲，毋是这已经惯势咱讲养成习惯伊都灵修足习惯咱是要邀请讲较侪人参与啦。所以咱门槛甲不共加3年读1遍圣经。所以咱教会有三种单，一种是1年1届，一种是2年读1届，搁加一个3年读1届。咱顶礼拜有讲过，讲咱主要用读新约甲使徒行传，用这半当当做你的操练，等于进入门槛你袂困难，你就惯势你就要找出你家己的时间灵修读圣经安尼。所以咱有3张表，你拢会当甲咱的这个干事来讨，看你至少兄弟姊妹你读3年1摆安尼
分量少，你就袂感觉困难。第二，咱讲举行一摆亲子家庭礼拜，吼，每种亲子家庭礼拜，啊，有兄弟吼，有一寡个人的情形，要反映讲，嘛有理，咱无想到吼。比如讲，我就干那家己咧信主尔，吼，我厝呢就干那我信主，我要招人，阮的亲人要哪做亲子礼拜咧，吼。这嘛真正无共款。事实咱目的毋是讲你有即个形式上做伙，迄是要互你有即个招亲人家庭伫属灵的关系啦。所以咱来当全家做伙，都是优先嘛。第二，咱若确实咱的囡仔伫外地，咱嘛会使讲好，咱约一个礼拜一个时间吼，我们来一个神圣时刻就好啊。你嘛免讲像咱固定讲哇，都爱吟诗祈祷礼拜读圣经啊，足固定的，你都干那用迄个分享，大家互相祈祷、互相祝福。RPG 若照伊的规定吼，你若5分钟、10分钟就有够啊呢？是要建立迄个兄弟姊妹亲子彼此关怀迄个属灵的气氛啦。所以你讲大家集做伙做礼拜当然是优先，但是你若讲家庭这段，大家做伙聚会、交陪、分享，伫线顶拢会使。第三项是守主日，这嘛是咱教会本来就是咱教会一个敬虔行动，咱讲每主日守礼拜，每人会当参加一个咱的小组，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项的服侍。这本来咱教会本来咧推动啊，你若有咧配合进行，你就感觉讲即个8项吼，这拢是你基本的嘛，对毋对吼？咱今仔日要来分享另外3项，就是拢总第6项去啊，就是每月一遍的家庭聚餐。你讲牧师这敢道你教吼？毋是啦，是讲咱要强调伊的重要吼。搁一个。就是每月会当尊敬咱的父母，意思讲孝敬咱的父母。我搁跳过来吼，第8项吼，就是每年家庭度假一届。这3项甲咱家庭亲子较有关系啦吼。后礼拜咱才来分享最后2项，就是咱有一个奉献甲报道安尼。我问讲解说了后，咱会感觉讲有理。这虽然简单。轻巧，大家拢知，但是爱做啊，做看嘛呢，安尼就对吼。咱多谢咱的寿龙长老吼，伊效率足好啦吼。伊安尼想讲我要参加吼，我要安怎记录咧吼。伊就随做好啊吼。牧师手中吼，伫银幕看会到，即张青色的吼，就是兄弟姊妹要用的即个版本。就是一个吼，一礼拜一抓就对啦。我第一礼拜我有读圣经，就甲大哥。我有家庭这段，甲大哥。我一礼拜一遍的家庭聚餐，甲大记号，甲写日子嘛会使吼。我有尊敬父母吼。当然咱较年老的吼，父母都拢无伫车吼。你会当用你的办法吼，甲你的囝儿做伙吼。定额的奉献，这固定奉献、规定奉献，个人报道，咱嘛知影讲个人报道，毋是讲一定要用迄张白纸才是咧报道啦。你若有即个心意，爱通找你的朋友，找你生理上的朋友嘛好，客户嘛好，也是你的厝边，也是你的同事，甲伊讲一寡谈道，讲一寡福音的代志，讲一寡你的见证，安尼拢是属于报道的一部分吼。家庭度假，迄一年才一届啊！所以即张吼半冬才一届尔。你有度假，咱足侪人热天吼，即阵就出去咧度假吼，无困难。只是讲你甲看重就对啦。你甲感觉讲即个毋是安尼无事咯，毋是呢，真重要。我就是要甲咱分享讲，即3项吼，家庭的即个亲子的关系有啥物要紧，有啥物圣经的教示。另外一张黄色的，就是有关咱这中级啦，事奉团队咱的小组长、区长所要用的，事实拢大概差不多啦，是程度分量安尼较继续看定。但是咱嘛知影讲，有的干部吼，有的同工
你的这时间有困难，你要用回邮版的，啊嘛无要紧，最后咱重要的是讲，会当全员拢有份，安尼即个意义才有出来啦。啊，若无吼，咱咧讲哦，某物人真敬虔、真热心吼，伊本来就安尼，你免甲讲伊嘛会啊。啊，咱目的是讲敬虔的操练是全教会，何况咱要行至50几年吼，50几年。啊，所以这三项咱要三角来学习啦吼。咱分享第四步，讲每月一遍的家庭聚餐。你想讲，哎呀，这实在吼，牧师你甲牧师你两个逐日嘛咧家庭聚餐，吼。啊，我家庭大遮侪人，我嘛定咧做伙啊。咱教会真侪好的习惯哦。有的家庭吼，都做礼拜日对毋对？有的已经分线无共位大，啊，本来就礼拜日吼，拢自做伙啊，大拢出来啊嘛。兄弟姊妹也是讲爸母做伙，啊，就大家带出去外口做伙食饭，有影？这习惯真好，但是伊的意义伫倒位呢？牧师要用这个数字来甲咱分享。吼，这是咧家庭聚餐迄个快乐的图片啦，吼。啊，我相信每一个家庭拢有。啊，昨咱有来参加咱的即个素食节，吼，素食节伊的个别色啊。啊，我看到咱咧对书迄个影片的时阵哦，有一项真感动，就是素食节啊。迄个影片内底足侪相片，就是因家族啊，大家做伙聚餐，吼，大家做伙聚会，迄种感动真好，迄气氛真好安尼。使徒行传第2章46节讲，因日日同心合意，迫切切伫殿里，伫厝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我第先要讲的是讲，事实吼。咱有一句话叫做“吃吃喝喝”，毋是无事路的。吃吃喝喝是互咱逐个人心情拍开，因为通过食食人的心吼会柔软，你敢知影？所以是安那，咱讲叫做福音餐会咧，是安那无爱做别项，要做福音餐会，因为餐会食物件，人的心会开，你敢知？所以吃吃喝喝毋是歹事，是讲你有目的无？你有达到成果无？事实啊，照我所知影吼，咱教会吼进前迄几十冬伫进殿中间，有真侪事工，有真侪异象，有真侪将来的计划，拢是遮同工大家吃吃喝喝来。因为大家吼气氛诚轻松嘛，啊，介先较会刺激着你的灵感，对毋对？吼，啊，大家吼斗阵，甚至咱建堂这项事。嘛是大家吃吃喝喝来，你敢知影？所以咱毋通甲伊污名化，讲啊，干那要食要啉吼，拢无要做工课，毋是啦，是后壁面所想出来，咱要安怎做，迄个更较重要。有讲啊，有人要甲做安尼啊，所以你看圣经嘛是共款，咱看见这门徒因大声进入教会，因就是伫殿里敬拜上帝，伫厝里擘饼欢喜的心做伙用饭，这才是。人讲民以食为天呐，你毋通甲看做讲真粗浅哈，真粗俗。所以家庭共餐毋是只干那文化美好的传统哦，而且即个世界科学会当印证即个代志，而且是建造幸福生活、灵命健康的重要基础。有几个数字啦，哈佛大学，你看即种顶尖的大学哦，因经过20多年的研究，讲定期的家庭聚餐。会当有以下这个行为有关正向的行为，伊讲囡仔的成绩会较悬，伊学科成绩较好。第二讲，伊搁较强的韧性甲自尊。好像加上伊暗中有一个气力在甲帮忙。亲子的关系、食物件的关系、互相分享啊，即块肉好食，也是即个菜好食，大家迄个分享中间会建立一个。自尊甲自信，啊，咱拢想讲啊，这都逐工咧做诶代志，哪有啥物奇怪？事实伊有科学证据诶吼。第三，讲会减少较低诶安尼啉酒、食毒甲暴力诶行为。亲子诶聚餐会减少这负面诶。第四，有较低减低遐忧郁、焦虑，啊，搁啉食失调。
甲青少年怀孕的风险。啊，当然这是美国的数字啦，台湾无一定完全共款，但是伊就是咧肯定讲，家庭做伙自餐是建立一个和谐、信心、互相信任、互相关怀迄个规律。迄个规律看到改成伫食饭中就解决啦，其实已经会影响到伫你个人的行为。但第二项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因的研究，讲每一礼拜甲家庭做伙食暗顿5摆以上的青少年，因做统计，伊讲比每一礼拜做伙食3摆无够的，伊是讲食愈少的，伊即个食薰的可能性较低59，意思讲有食5摆以上的，这囡仔伊袂去染着迄个歹的行为，无好的行为，无好的习惯。第二，啉酒的可能性低于42，迄就加要一半呢吼。第三就是食毒大麻，可能性低61%。第四，得到 A 甲 B 的成绩可能悬40%。但你讲这个数字要哪出来？一定是有一个样本嘛，啊，才会有真正常家庭自产性行为的囡仔。事实咱毋是讲，迄食物件安尼就影响啊。迄食物件后壁面就是一个疼嘛，敢毋是？就是一个关心嘛，就是一个叮咛嘛，就是一个提醒嘛。啊，迄个是食饭后壁面的规律，敢毋是？啊，伊讲作为共餐，伊的目的就伫遐。过来，是跟台湾有关系。讲联合国支持2025年世界幸福的报告有一个数字。讲伫2025年的报告中，讲台湾伫全球147个国家中间排27名啦。啊，讲台湾地区幸福的国家第1名。啊，咱这有一个幸福指数对吧？伊讲咱台湾是第1名，毋通看轻哦，吼。啊，伊嘛有讲哦，有平均统计，伊讲台湾人平均每一礼拜有10摆甲别人过去共餐的机会吼。伊讲一礼拜差不多14摆。会餐室中间排名第8啦，吼！意思讲，毋是家己一个孤单食便当，吼，家己一个孤单看电视咧食饭，伊讲大家做伙。当然，这无一定完全拢家庭，比如你甲朋友啊，甲亲人做伙食饭。啊，所以这个世界幸福报告讲，甲人共餐吼，甲互相信任，比咱有机的搁较会当有测到幸福感。所以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到无？咱莫讲台湾人，咱华人的文化吼，咱有一句话啊吼，叫做什么啊？食饭安怎？食饭皇帝大，迄毋是无理由的呢，迄毋是无原因的。民以食为天，迄是中文的。台湾话讲较坦白，食饭皇帝大。吼，意思讲食饭吼，嘿，咱较歹安尼袂当袂使啊，吼对毋对？念东念西，吼，咱看到电视剧有时吼。迄个演负面的，啊，老爸念囝，囝讲无爱食啦，无爱食。我爸甲坑咧就无爱食，所以你爱知影讲，迄个食饭是只份一个仪式哦。迄个仪式得塑造一个家庭的气氛，塑造迄个信任感，塑造迄个疼。是啊，足侪人有时间就要返去厝，要食妈妈煮的。咱昨咧讲纪念少年即个素食者。因兜的人感觉讲，哇，素食者煮的物件吼，啊，真好食，真好食，大家吼爱要食阿嬷妈妈的物件，啊，迄是换袂着用钱换袂着的信任感，你敢知？所以兄弟姊妹，咱嘛另外会当看到一种负面的数字啦。负面，你是讲正面的是拄则咱讲过，啊，负面的数字是安怎？美国的心理学会有做一个报告，2020年。伊讲无爱甲人做伙共餐的，伊伫社交的孤立，就是讲啊，安尼足避暑啦，无爱甲人做伙，讲迄个心理疾病的风险较悬。啊，所以吼，是啊，大家小少做伙食饭。啊，咱教会爱心午餐，目的就是食啦。吼，毋是讲桌顶的物件吼，比外口餐厅好偌济。你做伙坐落去，大家3、4个兄弟坐伫对面交陪，迄个共餐就是要见证你无孤立吼。顺便讲一个，今仔日吼，风台张岸本来是甲牧师娘讲，
咱毋爱甲胡哥讲，今仔日毋着餐食饭搭要安怎？拢无人来要哪食？所以等下礼拜三，大家拢莫转去啊！咧风台外口歹食歹买啊！规气咱来3楼做伙食转去哦。尼拄啊，互咱的餐厅无会剩菜多，安就对啦吼。伊讲老人的族群中间长期无做伙食饭的，伊讲认知退甲忧郁症会增加。所以咱台湾伫921也是讲洪灾了后有真侪社区迄老大人真多啊，讲实在是足孤单。有的人是甲送餐有无？送一个便当去因兜。有的若方便阁招招我来呢。因迄个地区像921迄个时代因大屉厝无着迄个货柜屋，这老大人阁招招来遮。大家煮大骹饭，安尼哇，食得足欢喜啊！就感觉来遮看到人食欢喜，就转去就袂感觉忧郁啦。这拢是事实，也是讲已经有经过认证的师范大学的家庭研究中心讲，常常缺席家庭共餐的，讲迄个幸福感较低啦，幸福感较低。无参加共餐的受访者，伫心理反应期。家庭工程这部分上低，阁有牛津大学社会研究，这拢是真高端的统计经常甲咱共餐的人际连结较悬，归属感较悬，幸福感较悬。家己一个食家己的焦虑的指数较悬，忧郁的风险较悬，孤单的较悬。所以呢，即位。一个共产尔，无说你讲遐济，理论遐济，目的是为着讲，咱毋通甲看轻的意思啦，毋通看轻。有时咱是调工的，调工要准备的，调工要安排的。圣经嘛是真侪甲食有关系咱拢真熟简单挂过。第一，上帝恩典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就是伫婚姻的餐宴中间进行的第一个神迹，迦纳的婚宴。第二。5块饼2尾鱼的神迹，就是互一大群人食饱嘛。第三，迄个撒该抽象的撒该，伊伫家庭的聚餐，伊就安尼来甲主耶稣认罪悔改，伊生命改变。第四，耶稣咧擘饼迄个时阵，温度的目睭就光认识主。第五，主透过伫海边食迄个早顿。彼得，耶稣甲伊讲：“你有听我无？若有，就是饲我的羊啊。”兄弟妹，即拢甲食有关系咧。所以，咱厝里有一位熬煮者的妈妈也是爸爸，真正是上帝恩典的，毋通甲看紧。毋是讲趁偌济钱才是熬啦。迄个餐桌是幸福的来源。这是咱基督徒甲看重特别是今仔日即个安尼讲工商社会要做伙食饭的机会佫愈少，咱就爱愈看重。兄弟姊妹，咱佫来看第5步，每月尊荣父母。拄则我有讲过，有人是咱在座有真侪年纪大的，你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甲你的亲子有一个互动。咱在推动即个行动的时阵有牧师咧讲。哎呀，咱囡仔要孝敬父母，迄若讲有甲请安就足好啊！迄老爸颠倒爱摕钱互伊的，意思是讲老爸较侪钱，咱就搁互你囝一个。毋是啦，迄是迄个心意，所以咱无特别讲你都爱摕孝亲费，咱这是一个基态啦。但是伊较重要是咧讲孝敬，孝敬。咱父母嘛有迄个气氛。互囝儿是随互咱的孙有对时代的一种的孝敬的机会，这嘛是一个气氛的营造，甲食饭同款意思啊。咱圣经也真清楚的教是安怎爱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上帝诫命，因为所书6章20到30讲，着孝敬父母，互你得福，伫世上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第二。出来及记20章20讲，着孝敬父母，互你的日子，耶稣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地上人长久。
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孝敬父母、尊荣父母是真重要，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教示。伫10条诫，拢明明甲咱讲，子女尊荣父母，毋是选择讲袂甲毋哦，是诫命应该爱做。第二，尊荣父母是带着德福、长岁寿、安居乐业这款的应允。第二，尊荣父母是敬虔信仰的具体落实。你讲有的兄弟咧问讲敬虔什么意思啊？敬虔是一个抽象的，但是实质落实伫生活，就是讲敬畏父母、尊荣父母，就是敬虔啦。尊荣父母是表达对父母养育、栽培、感恩、报答、回馈的心。第二，孝敬父母是培养一个人谦卑、接受劝导、受教、敬畏的基础。意思讲，你孝敬，你就会听父母安怎讲，毋是讲啊，你年老啊啦，你对袂着时代啊啦，你想的甲我无共款。你会谦卑听是大人伊的经验，互你的参考。第三，尊荣父母是见证基督的典范。你尊荣父母，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伫较早庄脚吼，迄时势若对父母无友好、无孝敬吼，你毋通做基督徒啊！因为人甲你指点点，你就袂堪要伫社会过日啊。最后第8步，每年家庭度假一届，讲啊，这牧师你佫讲这都毋免啦，阮佚佗就比你较济，安尼烦恼。啊有影，我讲这个是简单达成，但是我讲爱有仪式感，你爱精心准备。我知影有的兄弟，逐年吼，毋免讲1摆，有时2届，寒暑假拢会带囡仔去出国佚佗。但是咱爱有迄个理解，讲去迄佚佗是钱开卡的，啊买一大堆物件转来，按就是叫个家庭度假吗？不一定。你也会晓去了解到迄个家庭度假迄个气氛甲特质，啊，这些是咱所咧需要。啊，即款安尼度假的图面吼，是大家足新鲜啦吼。咱若久久啊有伤久，你讲哦哈，毋知来当遐放空，毋知要偌好诶吼。啊，事实牧师的故乡啊，逐日嘛咧度假，哦，出来拢是啊日头啊海水啊，虽然树啊较少啦吼。啊，所以每一个人有度假的心情较重要，心情较重要。敬虔，兄弟姊妹，毋敢若是严肃迄种宗教仪式的表现咯吼。其实是涵盖着整全的生命、家庭甲关系。事实咱成功教会，是咱的鼓励小组，哦，鼓励咱的团契，鼓励咱下遮的牧区。毋是干那讲来教会参加祈祷会、参加小组的灵修聚会，有时咱鼓励讲你爱堂外聚会啊，鼓励恁爱去度假啊，有的是牧区家己带去倒去旅游，迄目的同款意思啦，甲咱家庭办理旅游同款。因为旅游甲拄啊食饭有关系，共要类似，人的心会放松，你的本性会留落来，啊，你的特质甲你的温素会显露。啊，所以你知影讲，逐个人啊做去度假倒来吼，迄种彼此的信任感、彼此的了解会继续深呢。所以咱嘛定咧鼓励讲青少年啊，爱办迄个营会。啊！你讲逐礼拜拢咧见面，咱就爱办了。其实办了的就是做伙生活，彼此的理解、信任感会继续重。所以兄弟姊妹，敬虔应该是生活化的迄个信仰。家庭度假就是听的实践。你的实践就是用这个行动啦。咱较早无定定看到一寡新闻，也是电视咧报道，啊囡仔拢会讲。爸爸，你毋是答应讲我要去迪士尼乐园？啊，咱伫我细汉啊，到大汉啊，你拢也无甲我带去安尼，吼，啊，拢会遐怨叹死大人安尼。啊，所以父母有时拢会随时甲人答应，啊，也无行动就对啦，吼。但是伊讲家庭度假是听实践。第二啊，敬虔的信仰毋只干是为着上帝来活，嘛包含活出上帝的心意啦。你是讲？为着上帝，毋是咱灵修、敬虔、祈祷啊、敬教哦，你是一个生活的实践。啊，所以上帝看重家庭的关系，设立婚姻甲亲子的关系，吼。啊，敬虔分别为圣的时间，就是
家庭的安休日。咱无咧讲逐礼拜咱咧守安休日，咱即马讲叫做守主日嘛。事实你的家庭度假就是你的安休日。既然上帝六日无用煞爱休困，爱安休，你的家庭嘛有即个安休。所以度假是敬虔生活的一个节奏管理啦吼。知影什么时阵工作，什么时阵停落来。第二，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毋是只干甲时间奉献互主，会晓甲时间分配互你身边上重要的人。有影咱从来提醒，特别咱提醒教会遮个干部、遮个服侍足热心的兄弟，讲你毋通干讲我热心服侍上帝，家庭拢无顾，安尼毋对，安尼无平衡啦。所以毋只系咱定较早咱台湾拢有听一句话吼，特别讲先生先生还袂来教会啦，太太可能感觉讲伫厝里足无聊，拢足爱来教会，先生看了。有点不以为然啦就甲太太念一句讲你逐摆去礼拜堂拢煮啊，倒来厝拢无去煮安尼即句话足现实啊，就是讲我就热心人甲阮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足快乐足和谐倒来厝安尼冷面相看无啥要插先生啦，先生讲你安尼差较济去厝里去教会一个面倒来厝一个面安尼。所以会晓平衡，伫教会热心服侍，伫厝里搁较重视。因为你有法当服侍厝里的人，你才有亏咱来服侍上帝。咱嘛知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款话咱拢知嘛。所以安怎顾着家庭？第三，敬虔的人知影家庭是第一个阶段。甲咱拄则咱讲亲子关系共意思，所以你会知影讲，咱敬虔八步甲足重要的分量放伫家庭，对毋对？放伫亲子，放伫孝敬，表示讲，咱要行至50几年，咱毋若是期待咱的教会会当事工各方面当进步，咱嘛望咱每一个家庭拢成做上帝疼的堡垒。一个阶段，度假就是为着关系重新的点火意思啦。度假转来亲子关系继续亲密。兄弟姊妹中间相疼，所以度假家庭度假，毋是干那讲去外地，安尼就解决啦，是心灵的重新开始安尼。度假互父母甲囡仔中间重新连结，夫妇彼此对焦的时机。度假是咧远离日常的压力，互心彼此较瓦近，灵性的重新开始。敬虔的信仰是互咱知影家庭毋是属灵侍奉的障碍哦。是上重要的释放的场域。度假是一种更新这个祭坛、这个火的实际方式。这拢是一寡提醒啦吼。敬虔的家庭会晓工作，嘛会晓休困；会晓释放，嘛会晓陪伴。家庭度假毋是奢侈啦，迄个后白开钱啦，是敬虔的具体表现，互家庭成做见证主的疼的场所。咱拄则有另外读到《申命记》吼，拄则伫银幕内底无跳出来。伊拄则咱读的经节《申命记》6章第60到70讲：我今仔日命令恁遮话着记伫心内，嘛着殷勤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行伫路呢，倒地还是起来，着念互因听。安尼表示讲，圣经上帝原来对摩西宣告的这个教示吼，讲恁都要伫家庭甲伊实现出来，毋是来教会叫牧师甲老师甲你教示，你伫厝呢就要知道啊。所以最后牧师阁重复一个咱黄金10年的邀请，中会黄金10年邀请，兄弟姊妹，我搁一遍强调吼，兄弟姊妹，你毋通想讲哦。咱富强教会哪会遐高甲人要求啊？要求这要求迄，哎哟，足忝的呢！我来去迄间吼，一间教会无咧甲我要求的较好安尼啊。遐会记哩，就好亲像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吼，大家要建立一个好的迄个属灵的生命。你欢喜讲，哎，来参加这个操练，或者亲像你去参加迄个咱
咱迄个健身房内底吼，啊，教练甲你一个节目，啊，你开始接受操练。啊，你目的毋是讲啊开钱咧了流汗哦，你为着要互你健康嘛，共款意思。啊，咱福强教会兄弟姊妹心拢真开阔，欢喜接受操练看卖。啊，你8项拢总完成吼，啊，你即个成绩真好。啊，毋过做袂到6项嘛会使，5项嘛会使，就是对一项开始啦，慢慢进步嘛。啊，特别家庭的部分，你若有心就做会到啊。第一，台南中会推动的8项敬虔的操练，毋是要增加宗教制度的压力，嘛无亲像哈利赛人定遐的规条，吼，是要邀请大家对听来出发，实践更较深真实的信仰生活。第二，因为咱听上帝，所以渴望每一日甲伊亲近；因为咱听家庭，所以愿意守主日、建立家庭礼拜甲聚餐；因为咱听下一代，所以愿意尊荣父母、引带子女伫真理的中间。第三，咱后日会才要讲的，讲咱有奉献，毋是因为互人要求啦，甲你讨，是因为咱感恩主的疼，甘心奉献。咱做白纸报道，也是咱个人的报道，毋是一种压力，是足爱甲咱对耶稣基督的疼来分享出去，食好斗相报，分享主的疼。啊，咱教会以前吼有迄个团体行动，就是叫做幸福小组。咱有福音地会，咱讲各种的福音的办法、地宣，但是咱若搁加上咱搁这个人的传道，安尼逐种传福音的方式，咱拢有操练着。安尼对咱教会来讲，人讲各种方法拢进行，团体有团体的做法，个人有个人的做法，因为个人较好招嘛，个人什么场所就随会当来嘛。啊，我有讲白纸，像即款白纸迄个传福音吼，咱有用的甲咱指导讲安怎用啦吼。即个是张卡吼，啊内面遮原来遮字拢互迄个模啊砍的，迄个砍的，啊咱爱用10箍甲挂号开，啊互咱听的人知影讲哦，原来你讲的意思啦吼。啊，另外即种牧师讲，即个上简单，一张白纸，啊你甲画出啊，先甲迄句经节甲写起来，然后画即个图，啊嘛拢足简单吼。有诶小组拢开始咧操练啊呢，啊你会当用一组，咱用4律嘛，有人咧用吼，啊是福音桥拢是啦，拢共款类似。啊，重点是讲你有传福音的动机吼。第8项就是8项操练，毋是重大，是稳定的咯，是互信仰搁较定紧伫生活内底，互听诚做每一日行动的源头，听诚做源头。第5。诚恳来邀请咱兄弟姊妹，毋是被迫加入，是被听感动，互咱做行伫敬虔的道路，即份听来祝福咱的富强教会。感谢主呢，吼，咱明年要迎至50年啊，中会哦，啊偌功夫咧，替人款遮菜单啊，吼，足方便的啦。我昨仔听到一个消息讲，咱富强教会吼是1976年成立的，明年要庆祝50年。啊，美国吼加咱200年啦，吼，美国早咱200年建国，啊，所以这个年过阁真好记呢，吼。美国明年讲要庆祝250年，啊，咱这个小老弟来庆祝50年，这个年纪真好记，吼。啊，美国是1776，啊，咱1976，吼，啊，这嘛是真好记的年纪。兄弟姊妹，啊，无论如何，咱先甲伊讲，我来试看嘛来，8项上无我做几项啊？会当一半就算合格啊啦吼，啊来当做6项7项更较好安尼。愿主将即款的恩典赐予咱，知影讲我愿意接受即个操练，毋是被迫的，是欢喜讲啊，我要伫主的内面建立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命，互主所听。兄弟姊妹，咱要做伙来吟修回应的诗歌，再做伙来祈祷。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点。